今仔日要来讲什么？搁讲好兄弟的故事。无唔对，啊，今仔日的来宾，我这歹请哦。买请用请，我甲安尼拜托，请你来，嘿，请上来。请金蕉来。金蕉，金蕉，欢迎啊！主持人您好，哎来到导览中心吼，我听到恁拄仔唱的迄是看蒙歌对无？对。我即摆要来看缘分呢。哦，看缘分呢？对啊。哎，你无爱看梦是？你最近结婚呢？哎呀，看艺术，看好的人对吧？哦，用车固定。车固定哦。你讲咩呀？我8年前有跳过。哎呦，啊，你搁会记得无？哎呀，我家己用嘴拍鼓，我家己跳一下哦。看一个。哦。哈！大家安尼。哇！哎，换你啊！快点，进来！袂歹吧？更更蹦，蹦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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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蹦哦哦蹦蹦蹦蹦蹦。哎，我着搁唱，我着搁跳舞，我真无用咧。就我恁拄只迄我听到，我嘛足热血，我嘛晓呢。换你啊！我换你。更更蹦。哦，恁两个真正是有够喘的啦！你妈要创啥？无你讲好。我讲袂记得。记得，无咱工课播过你出来动一下好对无？啦，欢迎空山来甲阮小解一下。大家好，今仔日新明跟好兄弟拢咧看哦，我是今仔日工课班空山。今仔日要介绍的两种顶头呢，伊其实伫台湾拢足有代表性的哦，是两种呢，咱来看卖。伫影片看咧，拄啊就是恁咧唱的迄看蒙歌。看蒙歌其实是咧办丧事的时阵会听到的一种歌，看蒙歌。另外一个咧是阮的庙内底咧闹热的时阵会听到的牛犁车灯。这两种老实讲我拢无听过，所以今仔的导览先生足重要，要大家好好啊介绍哦。第一位导览先生呢，伊是阮的看蒙歌团的团长林中欢啊！大家拢叫伊中道的啦，中道的，靠中道。中道老师，嘿，中道老师，因为高中就开始咧唱这看蒙歌，高中，安尼有偌济年啊？到这有20档啊吧。哦，20档，而且伊足厉害哦，伊甲这看蒙歌唱甲国外去，这国外是伫对咧。去年伫巴黎文化奥运。唱到有去，算单。你讲这样啦，我去过迄个会当去表演啊。奥运表演啊，你等下可以表演，好好啊练，哦，是，想要看。足厉害的，所以等下就甲大家好好介绍看蒙歌的。没问题。谢谢。欢迎中环老师。第二位要介绍的是阮的国语乐师阿铁啊，欢迎。阿铁啊，老师啊，伊当初是伊阮的牛犁歌阵啊。咧欠人的时阵去斗相共的啊，就安尼唱甲有兴趣啊，所以伊即马伫咧国小咧来教学生啊熟悉咱的牛犁歌阵。到底牛犁歌阵有啥物趣味的所在？我真正就想要知影的。等下，互老师好好来介绍。谢谢。就是咱的中道老师。中道老师。哦，那会有法度讲唱看蒙歌，唱甲法国巴黎。系啊。奥运呢？我嘛唔知。你看伊的态度，我唔知，我就是认真咧做我的代志。就敲电话来，我当诈骗集团。像敲电话，像敲的。文化部。文化部。啊，伊安怎甲你讲？
因为林老师要邀请你到那个法国演出吼，文化奥运，我想讲。下回哦，下回，文化奥运是啥？咱唔知影。系啊，对啊你也要讲法文呐，哦，咁法语，法语你也要讲法语对不？我介绍，我唔使啊法国真的，我嘛真正会晓，我讲你的。听。好。The track is some, c'est pas bien de si. 我是把人间把北京。估你好。我睇你怎么咧学？我真正是1到10啊。我是真的系啊。我拄则喺黑白讲的。今仔日有足侪奇奇怪怪的人。有人啊，有神啊，兄弟啦。我唔知影啦，天哪！哦，所以你当这个阿多啊面头前唱这个看蒙歌，因是什么感想？我有访问一个巴西，因为台湾馆的隔壁是巴西馆。啊，巴西馆的演员有过来咱这边看阮的看蒙歌演出。有咱的记者甲伊问讲，甲伊采访问，你敢看无？我我看无呢，不过我感觉因应该是咧讲甲家庭有关的故事。有感受对，感受会对，所以其实一开始我要去表演的时阵，我会烦恼。我就讲，咱拢台语的。外国人敢听有？是。不过其实咱用心来表演，大家拢感受会到。因为是人甲人的代志。对，拢接受会到。甲你去表演的人拢是啥？拢是我的团员啊，团员阿送，因咧拢做差不多国校毕业的，做到即马做阿祖啊。你讲拢是查某的？对，拢是阿嬷阿祖。阿嬷阿祖。拢无查甫的？古早时才是查甫的。伫阮遮阿姨因的顶一end，因的老师师傅拢是查甫的。是。到因这end开始，渐渐就出现查某做看蒙歌。足公平的呢。这阿姨啊、阿嬷、阿祖啊，出国表演敢无紧张啊？紧张到要嗨哦！紧张到哭啦！药啊拢炸咧呢。会啊，夹起来，哎呀，你安怎训练呢？伫迄个要出国的进前有举办即个彩排，彩排阮就开放，互大家来参观，互大家来看。阮遮阿姨因会当熟悉讲，熟悉讲，有足侪人甲阮看。习惯。普通时平常时拢是伫人的对，人办丧事的时阵，所以无啥物观众。加上嘛，伫悲伤伫哭，所以嘛袂甲阮看。对，所以用安尼互关系讲，足侪目睭咧甲因看。看蒙看到国外去，看到奥运去，厉害！太厉害！所以是来自咱这个牛犁歌阵，牛犁台南，台南牛犁歌阵，这个牛犁歌阵差不多有几冬的历史？阮这百几冬啦，百几冬。对，就是为着西港挂香，阮拢3年挂一颗香，安尼来组织这个阵头，嘿。是。伊是安怎咧演啊？安怎咧播这个牛犁歌？其实这种咧讲说牛犁歌，迄就是咧模仿讲较早的人做事。人犀利，牛拖咧，边有人咧骨，也即低头咧骨，骨有啥物咧？骨对。用演的搁一个重点，查甫查某安那互相意爱，踮遐做山做山开，你也该演出来。我甲你讲袂演一台我爱看诶。是安尼讲对啦。尤其欧巴桑看，我都一直笑咧。啥代志啊？是讲我拄则咧看你做山开，咱两个拢是小学生，拢查甫诶。阮这个训练就是爱组团落来，就是讲爱查甫囡仔来跳，安尼才会古锥，才会可爱，而且查甫反串做查某，迄起迄气味无共。等阵你若看阮小段，我古锥咧。难处理。多厉害！搁爱反串，嘿，迄人就看讲，这查甫的查某的哈，查甫才古水哦，安尼出来就要标安尼安尼你想要先看啥？我想要先看中岛老师好啊，拄则中岛拄过，套中岛，又听中岛老师。小段呢，就是故事内底这小姑，翁伊呢，伫仪式当中呢，伊会倒退行。所以倒退路就是咧讲这个翁伊倒。对。敢有翁伊是向前行？有啊。迄是宪哥，向前行，厉害啊！厉害啦！哎呀，法师呢，正手提地精，咱念的经就来发自咱的内心。
安尼是毋是自己的自有看无？哦，真的，主记发自内心呢。自己的这个发自哦，啊，你真正念落去，你觉得有感觉讲，真正有来啊？有啊，哦，去过阮回去看你感觉吗？一条冷冷的安尼凉凉。又听中岛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宗焕，今仔日呢要来介绍咱的这个传统的卡蒙瓜仪式。伫咱台湾的这个丧葬仪式内底，有一个仪式，伊是顶头嘛，会使讲是仪式，伊叫做卡蒙瓜。哦，相传呢，伫这个清朝的时代，咱的麻豆神话有这个18条。18条就是咧讲呢，有18种的即个阵头，大家庄头对庄头拼阵，看送较嚣、较虚华、较闹热，伊这18就是指18般武艺，逐项拢有的意思，毋是真正18种阵头，就是啥物拢有，包罗万象安尼。18般武。其中有一个阵头呢，伊就是咧讲啥呢？讲古早时代有一种仪式，即个小姑仔死翁。逐工哭，因兄嫂带伊去问翁姨，法师呢请神念咒，关即个亡魂起来附身伫翁姨身躯，即个小姑甲因翁会当阴阳相会，会当见面讲话，安尼就对啊。演变到现今，变成一个卡蒙瓜的仪式，伊就是要带亡魂过关去伫一个好的所在，家属嘛会当对伊的思念，照着过路关的仪式。一关过一关，慢慢放下。对，所以咱先来看一个影片。咱穿蓝色的这个衫，就是翁姨，伊就是翁姨的角色。黑色的呢，就是老婆，就是故事迄个兄嫂。兄嫂。你讲伊叫啥物婆？老婆。老婆。老婆。白色的迄个呢，就是小姑。倒一个白色啊？边仔迄个白色迄个。一蕊花伫头顶。哦，小姑。这个呢，就是法师，就是我。有 M， 有 M。因每一个角色呢，拢有因特别的动作。咱头先呢，先来看即个翁姨的即个动作。所以翁姨就是迄个有护身的，敢是？对，就是附身，被亡魂附身的即个角色。简单讲，伊就是灵媒、童机啦，童机的意思，童机意思。即个翁姨呢，伊手会摕2张即个古仔纸，咱看伊手摕迄个符啊，黄色的符仔纸，迄个卷做尖尖，夹咧，会点火。伫仪式当中呢，伊会倒退行，一边行一边摇。这呢就是过路费。现纸烧钱是要买路啦。对。搁另外一个作用就是照开地甲方泉路，即个黑暗即条路。互因光明。对，看到路爱当行好路。安尼。所以倒退路就是咧讲即个翁姨倒退。对，伊就是倒退行。所以这条歌就叫做倒退路。敢有翁姨是向前行的？有啊。迄是宪哥伊拢。向前行，厉害呀！厉害了，哎呀！歹势。别，过来呢，这个翁姨头壳顶呢，迄张纸就是掩身花。掩身花。掩身就是隐身啦。避免讲咱来做看梦，真正去互歹命来附身。伊是要保护这个角色、这个人、这个演员。对。好，过来咱来看这个老婆，就是黑色的这个老婆老婆呢，伊就是头拄只故事这个兄嫂。伊伫规个看梦仪式内底呢，伊是扮演药引啦。伊伫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伊会做一寡较笑亏的动作。互家属会当看到伊笑亏，就暂时忘却这个悲伤，因的心会当平静落来。一直到尾后，阮会做一个扣铃，
就是唱悲伤的歌，哦，啊念一寡悲伤的歌词，互家属会当哭，哦，啊，所以伊就是一个药引，哦互因的心情先安定落来，啊，咱较来进行咱的仪式，啊，所以老婆伫看门歌内底是上歹学的。哦，好，咱搁来看这个白色的这个小段，哦，小段呢，就是头拄则我讲这故事内底这小姑，小姑，哦，20外岁啊，就死翁啊，哦，啊，足少年呢，哦，啊，就死翁，啊，所以呢，伊穿的衫是白色的，素衣，吼，代表伊是死翁，吼，啊，搁是咧服丧的期间，吼，啊，这个小段呢，伊的手提花线，正手提花线，倒手提这条足长的筋仔叫做秀传，秀传，啊，伊伫这个仪式进行当中呢，伊就是会做一寡小段的动作，拧骹，吼，啊，曲花，吼，啊，种一寡动作安尼。迄敢是查甫的？对，古早时代拢是查甫的。甲即摆现主是嘛拢查甫的？即摆嘛是阁有查甫，但是已经无即个古早味啊。哦，就像咱来看即张相吼，现代呢，就拢完全拢衫拢共款啦。哦，衫就无变啦吼。因为伫现代呢，即个卡蒙歌已经无啥物人传承，所以团对团之间会互相调来调去。哦，调来调去。人太少，像共款的，较会使互相帮忙安尼。对，啊，所以大家衫拢共款，只是花草无共。过来呢，咱来介绍一个卡蒙歌最有特色的即个道具，就是香亭、香亭。啊，你啦，香亭，现在来介绍你。啊，看好哦，坐好顶，坐好顶。我甲你看一下。好，这个香亭呢，就是古早时代吼。伊即个古早时代土葬的嘛，土葬，哦，伊即内底放香炉，加遗灶，啊出山的时阵会叫人扛去往啊煲，啊去扛转来厝，就是象征即个咱的香火的传承延续，子孙会当一代传过一代，对。啊，即马要来讲法师，法师呢正手摕地精。就是这就是地精。这有做地精。地精皇帝的地地精。啊，你摇地精的意思是啥物？摇地精就是咱地精另外一个名叫做助心经。助心哦。助心发，咱念的经就来发助咱的内心，所以摕地精爱摕安尼。老师要摕看卖，好来，爱摕赞哦。安尼。哎对，爱赞，爱赞。为家开始。安尼是毋是自己的自有看无？哦，真的，发自内心呢，自己的这个发自，所以就有意义呢。所以地精爱摕伫心的这个，甲你的心脏平悬。哦，真心诚意的。对，发自咱的内心。然后呢，咱念的经咒就是透过法师头壳顶伫的这顶头牌，吼，咱注意看面顶有一个火焰。对。哦，迄个火焰就是叫做用，吼，啊，这就是透过这个用传去天顶，吼。天顶的神灾，咱今仔日要创啥？嘿，对，甲香共意思。香，透过香烟传去天顶，互神明知。所以法师最重要，伊的每一句经咒加口碑，拢爱讲究，袂使学白念。对，啊，所以地精就是爱安尼一个一个摇。所以你做法师咧念咒语的时阵，啊念去你天顶。你是要来甲现场的人保护嘛，对无？还是保护这个亡灵嘛？对。啊，你真正念落去，你有真正觉有感觉讲，真正有来啊？有啊，有。我无啥物灵异体质啊，毋过做久啊吼，啊，搁咱有咧相信神明，尊敬神明，尊敬天地，自然万物，所以加减咱家己会知影，敢若像有来哦。啊，迄个你感觉敢若像有来，迄个感觉是啥物？对尾当骨亮起来。去过舞会迄款的感觉吗？无遐含，只是凉凉啊，对尾当骨凉起来，一条冷冷的安尼凉凉的起来。就是串起来安尼。对。以上呢就是我会介绍这个卡蒙歌，大概就是先说安尼一样，但是卡蒙歌到即马嘛是还阁一直咧改变，因为每一个年代伊的这个服装、设置、歌曲。一直新的嘛，因为卡蒙歌伊有结合做一个歌戏，有做一个宗教音乐，所以伊一直在变，一直在变，一直在变。所以卡蒙歌伊要安怎有新的一个100年，非常的重要。
哦，因为这个文化介重要，嘛是咱人需要，就是消透情绪。茫人伊伫另外一个世界过了好，相对咱活的人嘛爱伫活的这个空间爱过了好。哦，伊过了好，咱过了好，大家就拢好，就叫做名扬两利。是。啊对。好啊，以上呢就是我的这个介绍到这结束，谢谢。讲三妹三你嘛讲袂话，哎呀，像讲拄则一开始开场有唱这个看蒙歌，你敢会使帮阮唱两句啊？会啊，会使啊。看蒙歌到底先会使啊，好啊。来。今仔请本单咧主啊名将那不拉是啊主啊比讲落场。灵啊虎，变啊虎啊，江河海路途基现啊现这个开天门啊，天开光啊，地地开光啊，开光圣者来互动呐，开光圣者开光咯，安尼。哦，伊拄则唱的这个词，甲咱拄则唱的是共。其实差不多，在叫做就是因为本单酒。不单就本单就本单，哦本单，因为咱要拍开阴阳的这架界，是，发一道河光，哦，发一道河光，好，发河光啊，照开这个混沌的地角，这条路安尼，啊，甲带亡魂落去内底。真正是一件足水的代志，因为你是要甲这个灵魂，互伊一条好路通行。对，催孙，带这条路带伊去安尼，带过关安尼。哇，太精彩了，太有意思。这看蒙歌唱了，刷来，咱刷落来，阮的牛嘞歌丁就要来啊哦！哎呦，树啊花来咧啊尾啊有诶，查某迄开线就夹起来啊，甲摔落，啊摔落伊就安尼安尼。在打情骂俏啊！阮带头的这个有做事，今日伊本有来到现场，这点超过1架子以上啊！超过60年啊！拄着人慢慢挨杀一下，吼，行咁好安尼，对，每一个人咧接电的方式就拢无。这点亲像我拄则伫变数的时阵，拄着耗子哥，我讲耗子哥你好，哎啊，一定真无用啊！啊，你透早吃呗？我偷着食。好，袂歹哦，水哦，水哦，水哦。刷落来，阮的牛嘞歌丁就要来啊哦！哎呦！大家好，我阿铁啦，我是西港啊东镇人牛犁歌阵的后乐师。啊，即卖吼要来甲大家介绍讲西港啊的即个牛犁啊歌是安怎来的吼。首先来讲，即个西港啊吼，阮台南遮3年爱挂一颗香，啊挂一颗香就要安那，大家即香景内啊遮的装吼，咱遮的庙拢爱出轿。啊，上好爱出一个啥物电头，有电头才会热烈，才有一个热烈气，吼。尤其讲，伫这个西港啊境内吼，阮遮乡境内底，大家主要迄电头毋是用请的，拢安那咧？咱家己的人做的，对，这是重点。咱家己庄内的人做的，所以讲，咱伫庙内底吼，毋那是咧拜拜哦，先煞咧学物件，先煞咧学物件，吼。来，无共款的电头，就爱需要学无共款的物件，像这是啥物咧？这叫做夜光电。这就好亚钢筋，你甲看遮囡仔吼，拢坐伫顶悬吼，哦啊，即个下热吼，佮有电风扇在踮遐咧唱吼，哎啊，因为阮遐较早即个詹文溪，人讲是一个蛇精，啊，伊会做水灾，做大水，靠即个亚钢钉安那甲吸，啊，伊就袂来做即个水灾，吼，来咱后一张。电头做这啦，像这是水牛灯，哦，啊两只牛安那咧相搭，搭牛，对，嘿搭牛，啊。这恁这内底这牛嘛家己做的哦，所以这就是主题顶可爱的所在。逐项物件人安那，咱会当家己去做，咱会当家己去想。阮的歌丁嘛是甲这个牛有相关。阮的歌丁号做牛犁仔歌，吼，牛犁仔歌为什么号做牛犁仔歌呢？阮内底有一条歌，就咧讲较早的人做事爱安那，较早是用犁，人爱驶犁，头前这个牛。伊咧拖咧，啊边仔有人安那
低头安尼咧创啥咧？咧骨头，当家咧骨对无？所以，阮带头的这个祖师，就是阮的黄牛祖师。今日伊本牛有来到现场，就接。哦，伊就扑落来哦。哦，普落的，普落的哦。对啊，阮的歌就是伊传落来安尼啊，这就是阮的黄牛祖师。佫真重所以呢。这粒黄牛头才有几吨啊？这粒超过1架子以上啊。超过60年啊！超过60年以上啊！哎，啊，你看内底正味啊变的。内底味啊，哎，内底用德味啊。哦，德味啊啦，有啦，顶就有讲啊，哦，都有讲着这是对。迄个天下蒸。嘿，天下蒸用的就是咧做这个咧变德啊。你看，有熟悉呢。天下蒸啊，对。嘿，啊，阮牛头甲人无共哦，阮立体，有人是平面的，啊，要做这立体，这就代表较早的功夫真厉害。其实有淡薄仔像迄个牛皮。牛皮吼。哎呀，阮遐老人咧拢会讲吼，伊会甲你叫哦，阮甲你叫，你听到这个声，伊就是咧甲你叫。哦，你有听到牛铃的声无？但是伊会讲，哦，无甲你叫。伊有啦，有叫啦，吼，伊叫是叫魔，啊，毋过伊有咧甲你叫啦，对无？哦，啊，你看，你安尼你的时阵，大家就爱来哦，吼，咱电台的，因为阮参加的拢囡仔。迄囡仔吼，有时阵阮做了，因就是边仔踮遐耍啊，踮遐烧肉啊，吼，啊安尼恁就是爱来啊，啊来互大家看一个讲，搁另外一个功能，伊带头伫头前，若今日甲人相拄阵的时阵，咱就爱接阵，吼，啊是安怎来接阵，就是像安尼，好来。哦，团呢？哎，这头前就是上工的，啊你看，啊阮就，哦，爱打一个骹步伫的，哎。对，所以西港啊顶头是非常的济啊吼，啊这个牛头，你知影呐？爱安尼打一个骹步，回仰。啊，若今是咧拜庙的时阵，咱就爱拜三个，啊，所以这就是阮带头的牛头，就是安尼。所以你拄则讲接阵是什么意思？接阵就是吼，因为咱拄着别人，咱爱有礼貌。对啊。比如讲，咱人拄着人，慢慢挨杀一个，吼，行咁好安尼，对啊。每一个阵咧接阵的方式都拢无。接阵亲像我拄则伫咧便所的时阵，拄着耗子哥，我讲耗子哥你好，安尼。系啊，这耗子哥，啊你嘛当发明你一个家己甲伊接阵啊，耗子哥，你今哦，有在表演呐。好啊，无安尼，你耗子哥你好。哎呀，一定真无用啊！啊，你早早吃呗。安尼便所，我偷着食。哦，袂歹哦，水哦，水哦，水哦。安尼请行。啊，你中昼食，安尼就使行。安尼就食了。对啊。电头会当接电，人嘛会当接电啦吼，对啦。啊，拄则来讲，这是阮的牛头，啊，过来就讲阮这上到底咧表演什么物件？吼，来，咱来放一段影片，大家看讲阮的表演的内容吼。哦，拄仔讲的囡仔。你讲讲查甫的。是啊，这你看内底就有一个小段，哈，来，迄嘛是查甫囡仔来装的哦，哈。啊，边仔就有一个角，因手头的这个或者是工具，伊的家私就无共，小段就爱举开始，啊，若角就爱举啥呢？就爱举这就是桥啊，哈桥啊，4块竹啊就会安尼，这就是桥啊，吼，哎呀，大只骹步啊，角的这骹步吼，其实拢爱用着倒位的力，用着骹腿甲腹肚的力，因为伊踏骹步毋是安尼呢。唔是安尼，人爱囥落，你人爱安尼，囥落下骹安尼来，安尼来。敢若海草咧。系对哦，安嫩，啊尤其是角哦，因为查甫吼通常是较白目啦，啊查某较幼秀啦，吼对无？所以这查甫有时阵搁在咧骹上安尼扭一下，哦，这三百咯。对，啊迄查甫就爱安那。查甫迄开始就举起来啊，甲摔落，啊摔落伊就安尼，安尼个上过来安尼。打情骂俏啊！对啊，打情骂俏，其实就是打情骂俏。啊，阮有咧歌内底咧表演的就是这，毋过无共款的歌曲，伊就会出无共款的歌词。比如讲，若看这张哈吼，若看这张内底，恁就会看到讲，遮有一张梨伫遮。哈，啊，遮有人有囡仔有举低头对无？嘿，这大概5个人哦，这条就是咧唱牛梨啊歌。所以为什么阮会号做牛梨歌阵？就是因为阮有即个特色的牛梨啊歌。啊，内底咧讲啥物呢？唱花梨尾到草田，路梅爱歌无爱人。你看头一句咧讲啥呢？唱花梨尾花迄个梨有无？啊，到迄个草田。毋过后一句咧讲路梅，迄个左囡仔爱歌。爱迄个犀利兄，吼啊无爱啥物，无爱银，无爱钱财啦，伊无爱钱啦，吼啊为虾米咧？后一句哦，古早人做好道具，
钱银较济，袂讲话。哦，爱买亲哥来做伙。哦，迄个缘投仔兄比钱较好嘛，对无？迄钱较济，蹲咧遐袂讲话嘛，对无？哇，即个会讲话，即个好。阮这牛奶歌第就是草地农村的爱情故事。阮逐条歌会当讲拢甲即个爱情吼有关系，安尼就对。比如讲，啥物你唱一条来听看。哦，树啊花来咧啊，尾啊有诶，高的啊草地，路啊迈来哎呀哥啊有诶。无地爱呀银，钱啊银来较济啊有诶，买啊讲有诶，哎呀买来钱啊哥啊有诶，来啊地做啊好诶，嘛有笑讲路埋问过安怎摊？啊，低头放落来小摸，咱两人就小摸安尼。所以我讲咧做三回的动作，你讲啊，咧蒙一下下海有啊，麻烦啦，嘛有小摸呀。你看嘛顶一张敢会使，咱顶一张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即个叶卡层，你坐叶卡。哦。迄换礼买有，换礼买伊上卡就安尼，两个就坐来。哎，先紧啊！咁好。这两个人就受气啊！这两个都受气啊！哎呦，你看看这三个查甫，两个查某的呢，看这大徛的有无粉眉眉啊？有无？啊，两个就可以唱我的啦，那个叫叫我要做代志啊！无要做代志，做代志，对啦。代志罔做，啊，这乱来嘛爱谈安尼就对啦。爱正经啊！哎对，啊来啊后一张来看小段就是，我咧讲，阮小段古水就是像安尼，足水，有古水有无？真足水。啊，过来吼。小段爱好笑型，因为吼唱看麦，我这袂歹，会使，调啊，啊，毋过敢若你要上调，上调袂使，会使啦会使，佢吹好笑型吼，得人听，安尼啦，啊，所以歌乡迄是足忝，因为阮一工拢爱走足济间滚，哎呀，20几间的迄个庙安尼咧走吼，啊，所以迄囡仔吼后来其实拢足忝安尼吼，对，后来啊，阮。因为组团这个例，讲阮就是爱这个囡仔、查甫囡仔来学，啊，毋过阮庄老即卖内底其实带无到100个人，这的，人讲人口外移嘛吼，啊变做讲遮其实嘛无啥囡仔的，大部分拢是大人带伫遐安尼啊吼，所以即卖就爱开始讲，你来到即个国校内底来教内底的囡仔来捡讲，伊若有兴趣的，就会当来学，毋过即边校内底咧教吼。迄个教法就甲原底伫电头内底会无啥共吼。阮就爱来想讲，爱安怎来发挥阮有咧歌阵内底原有的物件，互囡仔去用体验的，毋是学死的，爱学活的。比如讲安怎咧，你若看即几支笛啊，即两支有啥物无共？一支长的，一支短的。哦，长的短，一支较粗的，一支较幼。一支较粗的，一支较幼的。那恁要食笋啊，恁要食倒一种的？较幼的啊。你要食较幼的吼，来，即卖。带好有准备2种无共的笋啊，互恁摇看卖的。倒一种是倒一支的。来试看卖。笋啊好食。阮就一直咧想播啊，要安怎互囡仔来用感受的啊。这是菜脯吧？这个。很菜脯。迄是人豆菜脯，这上是菜脯。这有试过啊。有食一个豆油色，安尼看较水呢，较水色的。豆油色。哎，对。哦，好食。好食。啊，另外看有一个较深色的，一个较浅色的，伊倒一种是倒一种碟啊。你有看卖无？浅的是较幼的，浅的是较幼。这个较深的是较粗的。我嘛这样想。来，恁食的内底，迄个浅色的，迄就是贵竹笋，啊，这支就是贵竹。有对。安尼看，这个桥啊，伊这就爱用贵竹来做，伊才会响，吼，因为刺竹较拍。啊，这内底伊这纤维较窄，较杂尖。伊的声就会较窄。对，伊的声就较结，安尼吼。边这个大支的，这就号做啥？这就是号做刺竹。啊，阮的牛头内底的味就会倒一种做的，摕刺竹味啊。迄就是刺竹味做。所以，互囡仔了解讲，无共款的竹啊，又无共款的用途。所以，电头真正万地深刻，咱的传统文化真正万地深刻。
若有兴趣的人来阮西港啊东顶啊来体验看卖啊，安尼吼啊，以上就是我的介绍。哇，西港啊东顶啦。所以讲，咱这牛的歌丁，干啊，咱西港啊东顶啦有。哦，唔啦，那搁有倒位？对，像阮西港啊顶内搁得桥嘛有一阵牛犁歌，啊那内文啊、南华遐嘛拢搁有牛犁歌。较早其实牛犁歌足济，啊，就是即卖就是愈来愈少，因为要组织嘛无遐简单。啊，今仔日咱加温茶是要安怎加温？加温茶其实要互大家体验，要体验啥物咧？就是这就难的呢。大家人要来学安怎跳啦。啊，毋过我先讲哦，迄是看老师家会晓教，应该毋是阮家会晓跳哦。所以，当咱先生应该是两位要来加分啊，看谁较会晓教哦。有请。你坐在外口遮练落来。啊，两位，你练落来下骹。行呢。这个有够厉害啦！所以咱即摆要来拼阵就对啊。中啊边个人女是倒地哦，拢袂不倒，拢袂不倒，哦，卡身这卡身这个摇嘞，你你搞，你搞嘞，哎呦，一个这七月好话过了，八月好话对家啦，耶！好话讲实话。Mr. Let's go. 安尼大家拢无啥共款啊。所以恁这边的是，我是牛犁阮是牛犁歌丁，哦，是是，啊，阮这边的是看蒙看蒙有头有尾嘛，对吧？哎，就适合你的。适合伊。什么意思？就是穿甲足水的。你讲你是？无啦，谢谢啦。你看，甲这个年做纪，前面就是正前常安尼。面的。甲这个年纪做啥呢？我真正有水啊！所以咱今摆要来拼阵就对啊。无错。啊，开始之前，我感觉老师嘛是爱小可教一下。爱教一下。什么人？这就是小段吼，啊小段你看哦，你看这亏线，嘿，你用手安尼捏呢，念啊，过来等一个笑这相车谱，你就爱车亏哦。切开。嘿，车亏就是安那呢，你出来外口遮练落来。啊，两位，你练落来下我骹，对啊，我拢教囡仔讲，这好做坐电梯啊，有无？哦，这摆是1楼，啊，咱看美湾是啊，个到美术，对，对安尼。好，我是段，你是段，啊，你就是角，就是查甫的，啊，角就是用这个咱这4块条啊，安尼啦吼。来，啊，这角的布，伊咧车开的时阵，你就爱安那咧，你爱对伊落，共款坐电梯，吼，啊，你毋过你的脚步是安尼。哦，干弄的哦。对，啊，甲伊落啊，对无？你落啊，你伊若落啊，你就对伊落到下骹。吼，安尼啊，手哪捧，啊，过来是毋是伊差不多要起来啊？起来啊，你就对伊起来。哦，你捌练过呢？对，你就来对伊起来。这稳啊。过来。歹势啦，就双稳就。伊若起来了后，啊，你啊伫倒手边哦，咱讲男倒女正有无？吼，啊，伊伫倒手边，过来。是。安尼讲这个代表开车了安尼啦。哦。嘿，对，就是安尼。哦，安尼即摆牛的歌阵要来表演哦。这首叫做啥物？这叫做相车谱。相车谱，我先鼓励一下。哎嘿。来相车咧有香有流啊，相车咧有香有流，讲流啊有流诶，有香有流啊，讲车讲相车数啊，讲车讲流讲流啊，讲车相啊，相车讲哦，车相车哦，相车咧有香有流啊，相车咧有香有流讲，讲有流诶，有香有流，讲车讲相车数啊，讲车讲流讲流讲车相啊，相车讲啊，车相车好，相车咧有香有流，讲落。对啊。安尼好，安尼好，安尼袂歹。啊，你拄则咧唱的时阵哦，啊，你声哪袂晓唱啊？哎呦，打嘛诶！
所以你有当家若欠人，你嘛是去甲斗三工斗下无，去。是我欠人叫伊来。啊，那我互相帮忙呢。这上西部是传统音乐上基本的，大家拢爱晓，所以我嘛晓念。哦，哎，啊，无安尼换恁表演啊哦。安尼好无你惊啊，无你惊啊！我有咧惊啊，你无惊我唔能就我这出国诶，看蒙瓜，看蒙瓜，哎。你爱甲大家讲一下，咱今仔日表演煞了有无？咱这个投票吼，毋是讲投恁两个，毋是投两位老师，是投吼咱四位表吧，演的啦。对吧？哎表演的安尼哦，所以毋是阮斗。对，毋是咱投，是咱台卡遮所有的遮观众朋友，哎，来，甲阮摇手一下。对。乱来哦。对。啊，老师，阮拄头到尾拢无学着呢，你讲。我是乌西杯啦，哎啦，有使背到边啦？哎，小段吼就是爱练这个开线。小段，起码我是小段。你是小段，就是西洋的咧。我 MC 啊，我不是 MC 啦，NC 的啦，NC 的啦，嘿啦，哦，啊练开线。哎，安尼哦。啊，对，安尼练开线。好。哦。哇，你佫做起来佫最优秀的呢，哎呀，三角色，什么？我生来啦，我生来啦。演导啦。安尼敢对？恁遮骨科最紧透明。你是安尼？遮溜嫩安尼。哎呦，一个鱼，有一个背啦，对，一个疤有无？一个背。哦，开线爱练开线起来。安尼我知啊。对，啊我啊，有这啊，一手要创啊。手就是共款啦，手拄啊，金枝安尼翘啊。对，我为头到尾就安尼落啊。就是哎。哦，我甲你摕啦，好，你来。这个姐姐。不，这条安尼，我无啦，我哪喊？我见，我对你。咱这是高级节目的，袂当搭对位嘛。哦，相邻呢？哦，嗨，做伙就对啊。嘿啦。哎啥？啊，过来，哇，你背足难哦。啊，过来，爱对。对。哦。起来。我建议带东西啊。这个有够厉害啦。带东西。换你。啊，我咧。老婆吼，我是老婆，对，你就是老婆。老婆呢，头先有讲就是爱结开海吼，所以这个手就是摕安尼，啊开始行。啊。三八安尼。无，还对，爱三八。好，行。这我会。这青皮。啊，青皮啊，像迄小朋友吧，喊入去。啊，教人在高。我囡仔就爽到噗跳。哦，啊，我那。会使高一边，咱共一堆，你是着高哦。互人笑啊，那互人笑着票。啊，无你才互我食好啊。安尼音乐较走咧。来哦。你敢若有灵智？喂，这可能还脑壳呀，这是骨科的，这脑壳。你是讲这爱对吗？没啦，讲没，啊做东西。你是讲这爱对？啊，啊，哭了下腰，唔是叫你安尼啦。我用唔对就对啊。好，啊无你继续。预备开始。两啊边个人女是到底要练，大请先来结婚的打回来呀练，先拿路的数呀在呀练。你可多今天七月好月过了，八月好月对家来耶。你太考虑假鸡鸡啦，赶紧翻好哈。假啦，哦，知啦。假啦。安尼会使吧？大家知影要投像。这应该离动无解。啊，你拄则那拢无分着。啊，袂够的啊。袂使学白分。哦，这袂使。哦，啊，真正有迄个才会分钱。对。哦。咱今日才唔通分这。哦。了解。安尼好啦，大家拢知影像表演较好啊吼。你物件。佮知影含要扣转来。这也到咧啦。来，恁来。来，老师来。哦，这无法好演呢。哦，无法简单呢，对无？无简单，真的。安尼来投票吼，咱头先来表演是咱的牛奶歌丁，嘿，啊，再来阮这团的呢，看蒙瓜，嘿，咱下骹的咱的观众朋友，看是要投咱的牛奶歌丁，还是要投咱的看蒙瓜来，请投票。拜托的啦，足难的呢。系啊，
看这小大呢，大古水的。哎呦，哎，到底牛的歌是看门歌子，两三开嘞。哇，股票对一票呢，你真的是海海明星啊！我昨天缘投是西成的，缘投西成的，迄无法度改变呢。是因为缘投的关系就对啦。哦，主要吼。有迄种足悲伤的时阵，爱唱的歌无？我即摆足悲伤的呢。你足悲伤，你要靠？足悲伤啊！六步送，六步送是啥物？要送亡魂出山咧唱的，啊，咱一步一步送啊。伊六步送魂。出大天，输体啦过桥。这先卖唱，这先卖唱。怪怪好啦，怪怪的。虽然你赢后，但是我会帮这个看门的讲一下。嘿，因为你今日来讲这个故事吼，我是感觉足感人的。你这过程当中哦，拿这个帮这个往生者来带路，帮伊来照路，而且吼，咱留伫咧这个世间上，伊的亲情、这好朋友，思念伊的人，伊嘛使用咱这个看门歌来，搁一摆来思念伊，啊嘛会使放下咱心中迄个不舍。对，把心放好开。无错，因为思念是久长的啦，一世人拢爱面对的这个伤痛、这痛苦，所以咱就是照着咱台湾人的方式，用歌。用言语、动作来送别。啊，希望咱想着咱的往生者，大概拢会笑笑，思念伊的好。对，伫另外一个世界过了好。对，咱嘛爱伫咧这个世界继续过了真好。对，无错。啊，今仔日咱看蒙瓜赢仔。